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5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8篇，以赛亚书42章第5节到第9节，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所有人的救恩。基督救恩的信息以及教义，在每个教派的认知都有所不同。有一些比较偏激的教派呢，他们总是喜欢找基督徒来传福音，但是另外一些比较极端的，则是排斥他人，用民族来界定什么人可以得救，如同犹太人，或者是用语言来做界限，排斥其他不同语言文化的人。有些所谓的基本教义派激进派他们不但以暴力来对抗不同民族的人，对于不同宗教信仰的，也是以极端的手法来彼此对抗。从上帝创造的眼光来看福音的救恩，上帝所创造的是万物，如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以赛亚书42章第5节到第9节的经文这样说道：上帝创造天，给天将天掀开，他造地和地上的万物，将气息赐给世界上的人，赏赐生命给地上生活的人。这位上帝，我们的上主这样说道：我上主召你们来实践公义，牵你们的手保守你，透过你，我与万民定契约，要让你做万国之光。你要让失明的人眼睛张开，让被关的人出监狱，让坐在黑暗中地牢的人得到自由。我是上主，这是我的称呼。我不会将我的荣耀让别的神明，不会将我的称赞归给偶像。看那早先的事已经正实现，现在我对你们宣布新的事，在还没发生以前，先告诉你们，让你们听。上帝的救恩是这种普世性，并不是新鲜的事情，这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表明清楚的旨意。彼得原本也是在犹太的传统里，这个传统也是无法接受其他的主义，所谓的外邦人。在昨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节到34节当中，我们就看到的彼得，他向上帝说那一群人是污秽的。彼得自己也告诉哥尼流他们说，犹太人原本是不与外邦人来往的，但是因为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就接纳了外邦人，并且去到哥尼流的家中。彼得的分享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经文这样说道：彼得张嘴开始说，今天我确实是知道上帝不偏待人，无论哪一个民族，敬畏他行为正直的人，他都会欢喜来接纳。
约翰传洗礼的道理以后，这个福音从加利利开始传遍到犹太全地，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上帝这样用圣灵及大能力来膏抹他，任命他，怎么样让他去每个地方做好事，医治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我们就是他在犹太所有的地方及耶路撒冷做事的见证人。他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第3日上帝让他复活，又让他显现，不是从所有的人，而是对我们这一些受上帝拣选来做见证的人显现。我们曾经在他从死人中复活后，与他一起饮食。他命令我们传福音给所有的人，证实了他是上帝所任命做活人以及死人的审判者。所有的先知都是为了他做见证，信他的人都因为他的名得到赦罪。救恩呢，是给所有敬畏耶和华上帝，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只要是行为正直的，上帝都喜欢接纳他们。我们可以把经文当中的民族改为语言阶级职务改成学历地位贫富等等更多的对比，这样的不同的人。简单的结论来说，就是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一切相信并且愿意告白自己的信仰，愿意跟随上帝的公义者。诗篇98篇，你们要向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他做了奇妙的事，他的右手伸着手施行拯救。上主已经宣布他的救恩，从列邦显明他的公义。他会记得他对以色列所应许的慈爱与信实，天边海角都能够看见我们上帝的拯救，全地都要向他出欢喜的声音，要大声的欢喜唱歌来称赞他，要弹琴称赞上主，弹琴唱好听的诗歌赞美他，当用喇叭及哨角，在上主我们的王面前欢喜的声音赞美他。愿海以及海其中一切都出声，世界与万物也出声。愿江河拍手欢喜，众山在上主的面前欢喜快乐唱歌，因为他要来审判全地，他要照公义审判世界，用公平审判万民。感谢主，因为宣教师所领受正确的呼召，使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来领受救恩，成为主的门徒，来跟随主，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